Hello，歡迎大家返到嚟 3T 長者至 Smart 生活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理極療法小金鐘伸展運動。呢套運動結合咗現代物理治療同埋中國傳統太極嘅智慧，可以令到經絡更加柔軟，強化肌力，對腰酸背痛仲有幫助添。咁做嗰時咧，留意要保持呼吸自然啦，姿勢咧要中正啦，仲有就係要有伸展嘅感覺。咁我數一、二、三嗰時啊，大家就慢慢伸展；我數三、二、一咧，就再慢慢放鬆。同埋做嗰時啊，要保持動作緩慢，記住唔好心急啊。第一式頂天立地，雙腳同埋膊頭要同一闊度，將膊頭向下沉，唔好向上縮起。想像頭頂有張紙，將佢慢慢向上頂高，中指向下推，一、二、三，放鬆，三、二、一。第二式伸手拔背，轉雙手向前，手臂向外旋轉，慢慢將手升到同身體形成90度。繼續想像頭頂有張紙，將佢向上頂高，中指向前推，隻手伸直，好似將背脊拉去前面咁樣。一、二、三，放鬆，三、二、一。第三式平開展翅，雙手向身體旁邊水平咁樣打開，膊頭要向下沉，唔好縮起，盤骨保持喺中正嘅位置，唔好太過向前或者太過向後。繼續想像頭頂有張紙，將佢頂高，雙腳踩實地下，中指向兩邊推出，一、二、三，放鬆，三、二、一。第四式雙手上舉，雙手慢慢向上舉起，掌心對掌心，手臂去到耳仔旁邊，盤骨繼續保持中正位置，同埋想像頭頂有張紙將佢頂高，雙腳都係踩實地下，中指向上推，一、二、三，放鬆，三、二、一。第五式牽脊拱腰，反轉手掌，手臂做成圓拱形，好似托住啲嘢咁樣，將重心放喺腳踭，拉長脊骨，慢慢向後面挨，頭保持水平位置，眼望前面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將重心擺返向前面，企直個人，三、二、一。第六式左彎弓，右腳踩實地下，放鬆右邊腰，慢慢向左邊彎，咁就可以伸展右邊腰。一、二、三，慢慢還原，企直返個人，三、二、一。第七式右彎弓，左腳踩實地下，放鬆左邊腰，慢慢彎向右邊，咁就可以伸展左邊腰。一、二、三，慢慢還原，企直返個人，三、二、一。第八式左正旋，頭轉向左邊，望住左邊手踭，下身盡量唔好喐，上身慢慢向左邊轉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還原返去正中嘅位置，三、二、一。
第九式右正旋，頭轉向右邊，望住右邊手踭，下身盡量唔好喐，上身慢慢向右邊轉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還原返去正中嘅位置，三、二、一，最後收式，引氣歸圓，雙手向身體旁邊放低，手掌向外面轉，想像每隻手有個水晶球，慢慢將兩個水晶球托起，合而為一，雙手一邊向下推，一邊呼氣，想像好似同自己沖涼咁樣，將啲污糟嘢沖走。雙手一邊向上推就一邊吸氣，一邊向下就一邊呼氣。最後雙手去到心口面前嘅時候交叉，沿住心口任脈向下推，去到丹田位置，即係肚臍下面，喺丹田嗰度慢慢打圈。